高雄美术馆30周年啊，甲英国嘅泰迪美术馆合作推出大型特展，有35位艺术家、55件作品，唔免出国伫高雄就当欣赏到。加入去美术馆100个100个图，有体口的查某人、水手等等的图，拢是毕卡索经典作品。另外一边，阁有大卫霍克尼的作品，其中100由影帝甲2个人像捌创下拍卖27亿新台票介绍，这些图拢是正品。即马唔免飞去国外，伫高雄市立美术馆就通欣赏到大师经典作品。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到这些当代巨匠的创作的真品，而透过的这个参观，我们可以呢更去深入的探究跟理解，这个摄影跟绘画之间相互的这个影响。瞬间是英国泰迪美术馆展期上长的地点，今年高美馆是因为亦指定伫海外展出的地点，两个馆过去捌伫2018年合作过，今年有国具基金会大力支持，甲大小的作品拢搬来高雄，甚至泰迪美术馆阁无收照展费。这届唔但有图，阁有两名的作品，亲像100女性两名师兰哥所翕的伊江母亲，嘛是头一届伫台湾展出。这一次的展览是在一个没有商业利益的状态之下，去进行的。台湾可以吸引别人的，包括演唱会也好，然后没想到我们是用美术这一项，为了看这个展览而来高雄。今年是高美馆的30周年，30岁民众会当免费入场参观。这个展览是展到11月17，除了泰迪美术馆34件精选的展藏，阁有国具基金会21件收藏，呈现20世纪的图甲两名的作品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